印度日落嘅希望島嶼台南頭信義山區草城災前，新中房最少有7張會所烏黑，甚至睇109公里嘅所在，還有一個山洪爆發嘅情形，不太需要，也太水路安嘅下巴下路帶流失，每時至到頭塔架嘅路供應唔得。那位石木村以為只係行海橋嘅河壩水鋪過啱未，佢都會內上路打野被人家屯點未，還有四台怪樹本太水浸黑。石木村嘅另外透露，林天公嘅時節也總開路團結到草城有30人，差唔多200人嘅村民出唔得去。內觀光嘅河壩水經打落來，令到村民祈禱對岸，實係傳染唔得。因為係石木村嘅片路，半夜是本太水大快劈嘅，連唯一嘅後山深入透露，因為落雨嘅關係，一下行唔得。村民嘅對岸交通透露做下團撇。後背兩條去代替路啊，你阿個當雙節嘅講平替嘛，都係弄過唔得。阿剛啊娘家啊媽媽就打電話，上班上都過唔得啦。因為半夜險風落太熱，四人頭進行清河壩工作嘅怪獸，未唔負時走。情報上聽到河壩水不頭不冚，未趕緊調來怪獸，希望進行搶救。如果全部嘅水落，臨時3點零落向太，根本都冇呼唔出來出都係人做嘅啦。所以你講總機係對地包就所謂啦。係，現在咩人對地包都人啦，調下地包都人。啊，同時就順開度冇。要怪獸埋汰，拖拉庫埋汰啦嘢啦。喺上太子草城石木村兩戶名戶受損，大量人下大熱幅度，所以假期做下就唔得咧。村民只無奈何講，白白水在都經受2年咧，但是石木村唔但想重建速度真慢，原橋屋未忙做好。一定有乜都見係盲爆出嚟都冇帶咯。佢都冇法到屋都盲開樣揾水帶。啊，槍啊，太水見到，咁唔好見石。石咩冇法出啊？冇係咩遷開出去啊？對石木村嘅另外透露過一筆團撇。新英向公所講，除咗新報上即刻嘅進行暢通，公所未會利用以確實嘅時節調派怪獸來退休，希望給日本村民安心存入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條報道。